如何設計個人專屬卡牌？首先登入 Gemini， 打開瀏覽器大於輸入 Gemini。點選加號並上傳一張圖片。上傳完成後輸入以下句子。掃描 QR Code 複製和貼上或於以下複製。按傳送就會自動轉入 AI 並進行設計。